神采哦，老堂里浪向儿子哭他，那么方清的汉呢？介绍半日子来让人啊，甚至是巨话离篇，说自家是最高无苍大定的。陈女士一看不哈，我不好对哇，一直肯当我讲真闲话，那么最后侬三家请我来着。你到未婚夫妻办头，我口内也再讲出是自家是大事。那么这家菜品快点去请三家下来，不晓得妻子一下，陈军不看见侬，看上去我自家不爱他子。那么陈女士上堂来请三家，这啥人才我随便哪不肯下来？是呀，我表弟是皇孙公子，不出是大庭，这个是不忠。我自家亲娘抛弃3年，不闻不问，这个是不孝。某位姑娘，这个是不敬。而且当初老餐厅上分水的辰光，你对我讲，一道花再开，我再得襄阳来。但是113年，毫无音信，这个只是不义不信嘛。对于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不敬不义不信之人，我再去办理个头，有啥意思呢？陈女士她把那人搞得闷特这样。哎呦，那么难弄法，推车上班，对不走了一口门，最吃了菜品。现在这边呢，要请三家下来，今朝三家不下来，我等些家法重吃，是我自家最开。可菜品上弄到我对上来之家，不过回过头来对三家忙忙呢，你今朝应该下去。为啥？张青3年了，外头到底做点啥个事体，最难下去可以问清爽。但是现在不肯最难弄法的，看上去啊，也要辛苦我2位主人在。那么那菜品要求三家下堂来。真进这一人五体啊！而且讲这人时间也追到啥辰光？这个让我来哈哈的啊，小鸡呀！小房家公子不逢人多，冬日花有太冷清。来
的一股子啊滋味的，不要等等一起走脱之家。那么来娘讲是个样，历代到把我是这句娘，那么句娘嘛大概的别的走脱，娘儿子不能旁头，可是我担当不起的，谁知这样亲啊，也是一人啊，哎呀，这个最到啥辰光？这个，我问呢，你来定啥个道理？讲得出唔爽，讲不出，当然不客气，一道滚下去。小姐啊，为什么不肯走呀？不肯走嘛，总归有道理吧？要得来。我今朝南京放公子，总局内将奉命正人律师中期几分，非面相逢君上身。有点难为人呀，哪不能说出来的？前3年第一次党队不破难为人，现在各自3年第2次党队突破难为人噻。可是将来的报纸党组织亲人要导致后面对之党队噻，哪不能说出来的？小姐呀，想第二次相后绿军。我的别的分少分后几个，那么叫头难，八个头个呀，第一组不难为人，今朝第2次旁头，我说君们自家想想说不过去，谁知最呀亲啊，哎呀呀，小姐啊，这你这个要追到啥辰光哦？小姐啊，为什么不走呀？我为此想呀，想许什么？那
不称呼。哎呀，这叫称呼是东西，让你说的。为啥？本来表家表弟现在配子亲人结婚夫妻，你欢喜啥个称呼？你他是你要拿亲称呼，加上表弟，你为家的表家；你要新亲称呼，加上夫人，你为家的娘子。不记得你我去家里表弟，你为家的娘子，也不是妻子，不种称呼呀。哎，小姐呀！我家里啥，你为家我啥。现在啊，我心情砰都开，当你分配清，神就得你来听称呼。我家上你别离，你为家上我别家，实在来我的确，但也不难为人者，如此最呀，亲啊，哎呦，夸赞，速度高快一倍。放在1斤斤，现在4斤2斤一追，力道越来盯着，为什么又不肯追呀？玉公道理的呀，不是道理在，什么道理呀？那。有点小道理。这个谁就知道我娘这是表弟，我代替娘去拜山，负荆请罪，月里吃饭，别人不会讲我的。今朝娘的表弟分棒头，分拆起来，我下去上个名堂。倒想不出来。不过蔡姑娘再想缘分，让我接讲你。说起来谁讲，谁就知道夫人都在姑娘分开来下去啊？你自个先干个先下去讲。现在呢，要亲自上来亲来，你发下去，你首先的当小小吧，让你咯了一声跟我妻子老的小姐呀。儿
对的呢，爷娘应当一样对待，但是我分子轻重了还。对个呀，谁就是当娘的在别地分归在我下去，我私事无虑，父亲亲在对我追了。那么今朝呢？今朝来娘讲，带吕老乡归在我下去，反正我往也不肯下去，去也不肯下去。那么实际上说起来，我比的这些娘而不些娘。哎呀，这个错怪，首先讲，跟那个谁，翠屏，谁知最也不学上亲啊。有了定个人，为什么又不肯追啊？有个有功的呀！有功来这花头真多啊，是不有功啊？呐。你这没哪个个？非说男女之间啊，谁讲你现在男朋友帮子对礼拜天到个朋友窝里向去泡子坐下来嘛？大家总要谈谈讲讲。哎，说的你对我看，我对你忙，不背我还要均特呀。像你说是一样的呀，你两家头上台，不管是说的好听不好听吧，总要说不停个说。你到一说你两家头上次台嘛不说，四张眼睛都让盯人都看。我都要好个呀，那发啥子？还是不要讲。蔡姑娘做你的小家，你讲明白我，分开3年，我想想才是在我。你讲明白我，那么我来讲呢？这小猪的真有道理，搞东搞着。小姐啊，小姐没有什么说话吗？带小弟来见你吧。看上去我东搞不会做噻，哎呀，娘不难做知吧？哦，我把闲话要你讲出来听听看着哇。真言，小姐听兵啊！生他日的英雄，昔日非乡人，因我并未出家庭的因我不容女家人，因我并不把衙门，因我相冲也无因，因我抛弃不对劲，因我不去多进来，因我奉义对公民，因我不想真家生，因我今朝到乡人，因我并不想谁听，因我非到这里有灵，因我不像你书人，因我该被出家人，因我公杯水中情，因我骆驼唱大情，因我到此四面生
什么君王？这句口是呀。哦，你可以去得上个，你可以去唱18个音乐的嘞。一个音乐就是一个题目，18个音乐就是18个题目。那么现在我们到下头来，用不到18个侪问里个呀。觉得每张中吹几个出来问问嘛，还配得半日的嘞。那么既然如此闲话嘛，想想到不少那位正经下去吧。是此罪呀！哦，你再放下去，我要多记着。哎，亲啊！3进一追到地主人，给你定讲，为什么也不肯追呀？这个彩饼啊，我也想想了，心里想蛮好的。好的，啥讲？那。你改革一人立定定有道理，自为党替夫人需有近在咫尺，却小小让旁头夫人得胜，导致下头一只水家法白，一只水关门训。乃能私事旁头小姑娘会当了得，非关门训上向第几条？该次姑要吃上物，小小落得了，晚上来上吊神死了。哎呦，干嘛啦？让你回出去啊！跟发来三讲，谁公心气？我说这些叫真因为啥个来快递下去？你现在快递到自为党门公要2句话，但是真个还是刚刚安做过、吩咐过，门清爽马上回上来吧，替夫人为付诸旁头，这你是个美吞吞嘛，没危险的小气呀！下
交代给。现在我还是下去问你两句说话，按着不分着不，但是真的讲，门庭上马上回答你了，一些功夫。那么我姚米拉想可以改站在，那么娘妈会在堂里，对，那么要这个话题不能再埋在。啊，翠玲，许此愧罪呀！亲啊，屈人意，终身听。送此谁来风不分？人娘娘开定定，故宫也相认，最不相一生。今为与为相真真，一双举笔小绿云，小落楼梯18声，匆匆在结结引来为郎都定心，风斗龙皮日人，细密找到滋味。听真知他有句闲话，神山个下武体啊，18斤武体也是18位数，搿一种是偶然，一位数是1斤武体啊，1斤武体哪有交事体呢？不可能。咁哪有这句闲话呢？从前老先生方清出京，作为高方清到湖南打听，那么呢襄阳武衣上进花园。是在神山个下武体18日天，那么已经不得了。那么现在上天流浪，不肯下来，还是非解放军。未婚夫不来，想得毛病都想出来。今朝未婚夫得不想见面啊？当然想。那么为啥西西定爸妈要定呢？那都说明了从前归国千金啊，一个条条框框都比较精工。那么呢，伶俐聪明的彩萍使得小家下来，到紫礼堂小夫妻见面。小家门前里3年当中，连安德功名，方清本来要想到表家钢琴上，我做只官职，终止上牛职。但是现在搿个事体呢，把你一时要讲不明白。为啥讲不明白呢？搿里向阿弥无穷，你都来听上篇辰光唱本都听。方清没办法之下，那么只能用功名2字作为一个题目，你来做篇文章。所以下来搿头唱叫论功名。今朝让我来讲点功名拨来听。让回答那个闲话，声声句句打败你功名。阿姨说呢，别家听这个功名太长，因为非要来问个功名，不知道不里想出来的。姐姐，我看你为是不要分就的好啊。为什么？姐姐呀！你是军长，不必来分功名。提起功名，我很伤神。想两字，功名没非呀我有。功名一时不归心。那功名再是不负人法，
神。相遇的神，他们打了功名不知饭，遇的是工人民罪民贵因。功名中神佛几多山，都是那凄凄黄茶占功名。想想的是功为首，革命为人。你们聪明人何必问功名？可是大师哥，想想别的呀，你是读诗名的，我功名分门那读诗名，西门天冲马才莫不是定的你呀？一定。姐姐，想你的是你须之身，其功名的事不离分解于你。去分解后生啥个？哦，读书你们别要问功名的，根本别讲，我们刚两个读书人出来，这两个读书人不得了，谁是不得了的读功名？一个春秋辰光反礼反射帮助欲望归人当把虎骨，为谁来行你孤非走，大致虽是一批罪，隐居的他。再后来到山东去做生意，发自一票人人称叫道志公。为了啥你们儿子呢？帮助光武的泪水富国之功两边走过，口吐鼓掌，谁得父亲刚去点点嘿嘿，别讲。想那白沙不，再有一个儿子领。人工钓鱼神，再说的经典。我阿爹我爷，一个当着宰相，一个是礼部天官。世界上这个古有啥用场？皇帝面孔一白，一道圣旨，300羽领军都太平长头头包。世界上这么搞人家，一个时辰分到，差差的微光。金红色，身受为一世富贵披日兵。再说到现在，那我个老丈人，那个老娘讲，这天40岁不到，太官临下，你还是口吐功名。归高丽，大如今雨林下是神臣。我们唱到人要唱破你们红人梦，方圈特急了，刚到该到，但是再拿雨东西被挪到水里。带针别再养发，自己呀，口呀终于个无聊，听一听，哈哈哈，自己呀，而今终于无日，口呀小的唱出道人，请你听听吧。不晓得一个人啊，发特得意，自家不控制了，得意要放淫，放轻开心啊！就说这个辰光对政治表讲，运动举办，代理要发，去到姐姐呀。终于无事，苦要的小弟唱一曲大人，与你听听吧。哎呀，听大人，小家哥一气不气得来，血来喷得出。表弟啊，我看来有毛病了还。算不着，你唱大人，如果没办法，我也只好看要唱给别人听的呀。来唱给我未婚妻听啊！小家心里气呀，不想得你这么讲，这个人不知气，让我回到楼上去吧。
真要想走，来，我这里教是表家表弟，我求过来福厅让来去想。现在我这里是未婚夫妻呀，我不上书记家，谁要考虑？我今朝不得法后知爱里努力痛失一番。口里草没家的事，你来襁褓之中，只有谁是灵？像儿与下，家与病，与不不说是与不亲。去年是年年发着提高，真是一一成功。到今寻儿下是也多惊人谁是灵，必定心是儿灵里红门，对牛里口诀的真家生。去年反能把有气生，想你不争相机，今一回期待是不够一生气口浪荡家后来唱荡，心里是放家子弟是身家书，两心相依是娘上君出家人领与那出家身，马玉大年是陈银寺，上书枫叶庇护心妻女当人不发天谋是一手是归隐人不得功名不得因，不人民的因子我为非分明显的是他话打开的是吕不是虚归然然来没有军空中中在地方一不年不得功名利永不灵，总是狗娘欺负地，年你那老无东把是兄妹令你十分的怒气也没谁分么，总是狗娘来欺负你呀，你那是谋会吧是狗杀你十分的怒气，一呀你谁分么总是狗娘来欺负你呀，你那是狗的飞马大举送定你十分的怒气，一呀你谁分总是狗娘来欺负你呀，你我是不尽清水，但你有灵相送真知他欺人
神，他非为儿女情，在某追求来心下你十分的怒气也难塞，分公司姑娘差到底，像那去年大粗差了那一阵，你呀离家谁谁不太听，把那白头娘趴在列居下云梯的机，还与你这美良心想的是他痛快一女是真的理，真是口口两意来寻访亲。为当下夫妻相会，想想实在熬不来。虽然常识里讲，叫心归夫，要是别人讲的难的，越是这种荒唐的事情。风凉手妹会讲，年纪轻了呀，终于低改，将来会好的。身材我当然是夫妻呀，更难看。实在耐不了气，我方清痛责一番。方清听了望，虽然有两句话分两种，不过言出必负。这两句说错是的确不错。再说我来之前，分有句说我提起过娘，将娘门上后，我是不好。哎，再一想，别子了，那家不晓得我实际情况，我没办法呀。啥人愿意我娘多脱3年了，跟我那南阳碰着去了呀，抢脱我真是他，弄我推了山里里。原来哪个种事弄我拘谨不敬，我认为分心了的手已经开始，等到我心出来不敬要紧着。当里逼他等我等好的，真的不，我千几娘，逼他得里怕子用人，20口名字欧不良文人，官家用人必定到太平庄去服侍我娘。我想娘与人服侍分爱，所以我那不仅恶心都是。这种事情你别家不晓得，那么难呢？让我的口中。讲的不别家听听，你要好原谅我3分，能放心，可是无人睬我。下里是买金银，北京南中汉。家一生，真是海家不随离心，我们好能背就不呀。我们上香呀，上清风不出，只为南土空空风不
怎能得太平村？我们举目父亲风必发，玉桂不得其山神，真是兵杀一起，那兵啊君子两日俱来，一日兵都是英勇可以神。手握中头满心啊斗气，我预计不下是谁命神。我们记这些可这一应骆驼个风机唱的心，实在我是不对呀风去不真心。我是大哥太平没装上去，等他不见孟夫神，觉得我一层为啥一层头，还比小娘为啥不见亲，只得让日个风知我著名狗儿东西，乃不问乡邻么是大去意，3月里下进万本来是一动身楼爹爹都是把儿心。我们去年正月有下雨，得菜农不计家营，20口明知子，红不良惜花人打太平中啊，是我谋夫神。那只下这30神，他是没信心，大钟楼心啊真诚，大去这样为呀满我命满命满心真啊口恨，他把是生肉麻无意经，不是这个人没理论我后来自谋最风神害人不弃都是此害得我不下之命尽大去分。凡自己呀水里家母水里我结扎之音在一命与这娘儿俩的可乐为
亲阔手，小夫妻伴侣一些这样。是有紫米堂屋里经常要来的地方，原来屋里的那紫米堂平门被看不懂，那小的是当小家了刚上，刚到后来这是小家眼里吃，来起身那个嘴里，彩屏屋里当小的是为了讲的少，看不懂，里向自家出来屋里，啥人吹气。吹起一口中举，为啥么？在那让彩屏科技放清为的不认得，吹起一口是认得，两个的想法不同。彩屏想的是，你狗要无常用不来，要来嘛，不是本部就是副将，鲁生当当靠到门上，想象当中狗要一定会好。所以科技放清一个德为不认得，个吹之想法，各家穷举会哈，本来还是虽然再来我这种个比赛，现在唱大人一口就是，那么非把夫人慢慢起来呀，狗日相争。